予我牵着你的手，行在安平的老街路，海风吹过你的面，点出温暖的笑容。海上的船只，也有天顶的海鸟，予阮想着过去细汉的时阵，你辛苦甲阮吃。同款的情景，消失的岁月不由人，感恩的心情，犹原藏在阮心肝。我看着阿嬷的背影，牵着孙仔行来行去，这是阮心中的土地，嘛是阮怀念的基地。我看着阿嬷的背影，行路已经偏来偏去，讲一声阿嬷我爱你，望你快乐健康过日子。我看着阿嬷的背影，牵着孙仔行来行去，这是阮心中的土地，嘛是阮怀念的基地。我看着阿嬷的背影，行路已经偏来偏去，讲一声阿嬷我爱你，望你快乐健康过日子。阿峰，其实喏，你的爹地真在迄拢无会讲啊。即马要比的，除了特色，过来就是选歌，过来就是你的声音。那你的声音呢，是属于一种，伊无真尖开，伊无真宏大的特别的什么种的展现。但是在这首歌内底，你要展现的，唔免遐宏大，它只不过是。只是要讲，我看到阿嬷的背影，迄个感觉，人带孙仔行来行去的迄个回想。那这个的话呢，这首歌都很细腻，它的唱腔的那个转换要很细腻，因为你的声呢，真的就跟你名字一样，伊是大北的，伊是圆练的，伊是十北的。你这十北的声要唱细腻的话，你的这个转折呢，必须要很水母型的。有点那样子的回转，才能够展现这首歌袂遐平，但是唱得很好听，都跟他差安尼尔。好，国峰，你的声音是属于比较大炮型的，所以你到副歌的地方，就听你唱歌就很过瘾。可是，在前面那个主歌的地方，在酝酿的时候，就没有感觉到你的厉害。所以到了副歌，你整段副歌让我听起来都觉得哇，很棒，很过瘾。因为你唱歌的实力就不用讲，既然是许志豪的偶像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，但是就是说，如果在收的地方可以再漂亮一点，就会好很多。谢谢老师。